是有一天我袂記你我的名，嘛願你着詳細講予我聽，講咱的故事，一生的風雨，願使我會想起咱的所有。若是有一天你袂認記我的人，請你唔通記住我的人，我的胸腔有小小的溫暖，曾經陪你寒冬每一暗。歲月年成白頭鬃，牽手行到袂叮當，是人雙人一生的願望。總有一天，身邊的囝一人，唔通袂記你咱來生再來看。歲月年成白頭鬃，牽手行到袂叮當，是人雙人一生的願望。總有一天，身邊的囝一人，唔通袂記你咱來生再來看。曾偉老師好。其實，在唱這首這樣的歌的時候，其實會比較傳統的唱法，比較會去壓喉嚨，會去把那個聲音壓下來的感覺。其實有很多聲音會比較情緒比較內斂的。其實如果說有些部分是比較外放的情緒，唱這樣的歌是不是會有不一樣的感覺？我覺得也需要去試試看。哦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這首歌整個表現都還不錯，中規中矩，它沒有什麼任何的特別的不好的地方，我覺得也沒有，就是口氣上都很正常，但是很正常很安全，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啦。如果說有一點點不一樣的色彩啊什麼，我覺得會更好的。好，謝謝老師。曾偉老師好，我知道你那個老婆為什麼會幫你報名，對不對？因為我們都沒有聽過你在浴室唱歌的感覺，她有聽過。我相信在那個空間裡面哦，你比較不緊張，你比較能釋放。我相信同樣這一首歌，你今天再回家，在浴室就是再錄一次，再唱一次，然後請你老婆哈錄下來傳到我們的紅人榜。我相信這對照起來一定差很多啊，因為他幫你報名，一定有他幫你報名的原因啊，一定曾經被你唱的某一首歌感動到啊，因為你就是很緊張嘛，所以這個副歌呢，比如說。這個堆疊到突然中午剛我來到紅人榜的時候，突然這個機會點如果有抓到哦，我相信那個你那時候你太太想要被你報名的那個畫面就會再現一次，好，就這樣，好，謝謝，謝謝老師。